来到11节的感动时刻，在印尼的山口洋市，有60%的人口是华人，而您知道吗？其中又以客家人居多，很多女性嫁来台湾客家庄，共通的语言当然就是客家话了。而桃园县政府设置了新移民中心，让这群新移民有学习的空间，学中文、学烹饪、学跳舞，他们学到了客家人的热情。小小的厨房里，4位印尼新娘正忙着料理午餐。来自印尼的山口洋市，他们却是说着一口流利的客家话。原来在他们的家乡，当地超过60%的华人，其中大多数是客家人。那你现在做的这个梅干扣肉跟你们以前的味道有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是我们那边就会加香兰叶，这边没有香兰叶好加。所以这是有客家风味的。对对。他们是印尼的客家人，嫁来台湾的客家庄，用客家话牵起2个族群，用料理抚慰脾胃。好，这个是我做的客家小炒，请你们品尝。这个煎的菜脯春。你嚟做鹹豬肉，你都一起食咯。你係做梅乾肉，你係想食哪一種的呢？客家小炒、梅干扣肉，简单的家常菜，闻得到思念家乡的心意。嫁了那么久，我10几年没有回去了，当然向往嘛，有机会回去难得。还好有新移民中心，像是避风港，让不安定的心有了依靠。是画一画，画一画，我们一起来画画，我们一起来画画。教室里传来朗读声，这群印尼新娘正在上国语课。画画，画一画，画一画。他们努力学习，想融入台湾生活。我婆婆就像我自己妈妈一样，她这个人很好，我就把她当做自己亲生妈妈看待这样。用语言化解隔阂，他们还参加舞蹈班，增添乐趣。同学不会跳，其他人热心指导。因为音乐就会那个这样画一下，绕个圈。舞蹈老师来自缅甸，学生是印尼帮。不同国度的他们来到新移民中心，促成小小联合国。他们的身上多了客家人的热情。这边的人很好相处，都很热情。台湾人很有爱心。热情打破国界，原本地球两端的他们，在客家庄找到温暖。一句客家话是异乡游子最深的思念，一道客家菜是远嫁儿女最熟悉的滋味。印尼客家人来到台湾客家庄，语言和美食串联起两地的乡愁，也看到感动时刻。